大家好，多謝大家再嚟我宇宙熊貓頻道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就係原始靈氣，英文名叫做 Original Reiki。呢條片係專為你哋而設嘅，呢個唔係緣分。因為呢，我拍呢條片之前呢，同宇宙講，我要拍一條片專為你去介紹呢個原始靈氣。希望大家專心去睇呢條片，去到最後你會有一個驚喜。如果你覺得呢個頻道幫到你的話，請撳下低訂閱、點讚同埋撳個小鈴鐺，多謝大家。靈氣或者臼井靈氣，大家可能都聽過啦。臼井靈氣咧嘅來由同埋佢嘅故事咧，我呢度咧就唔會詳細講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咧，可以睇呢兩條片，呢兩個導師亦都講得好詳細，我就唔會喺呢度介紹啦。今日嘅主角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原始靈氣。原始靈氣咧係有一個超過30年靈氣治療教學經驗嘅導師始創嘅，佢嘅名就叫做 Ole Gabson。咁咧佢係喺2013年咧就去日本嘅鞍馬山。鞍馬山呢個字咧，可能大家都有啲印象，係咪？其實就係臼井禪師嘅修行道場，亦都臼井禪師喺呢度咧 channel 到靈氣呢樣嘢，然後再經過佢嘅經驗去整合出一套臼井靈氣系統，然後喺嗰度教授學生，一路傳到去西方。所以臼井靈氣嘅靈氣源頭其實就係鞍馬山。Ole 喺2013年去到鞍馬山，去感受到當年臼井所得到嘅靈氣嘅源頭係幾咁強大。佢喺呢個強大嘅靈氣源頭被啟發出新嘅原始靈氣系統。原始靈氣系統同臼井靈系統有咩相似地方？有咩唔同呢？有相同嘅嘢就係佢哋係來自同一個源頭，都係鞍馬山。而佢唔相似之處就係臼井靈氣系統源頭係喺臼井度禪師度嚟，由臼井傳俾佢學生，再傳俾佢個學生嘅學生，直至到去到你度。如果你係一個臼井靈氣嘅承傳人，而 Ole 所創嘅原始靈氣就由 Ole channel 鞍馬山嘅靈氣，然後傳俾我，再傳俾大家。靈氣系統對於你幾接近個源頭係好重要。你越接近嘅靈氣源頭，你得到嘅力量係會更加大。所以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，你可以比較一下原始靈氣同埋臼井靈氣到底有咩分別。仲有一樣嘢係唔同嘅，就係臼井靈氣嘅課程。我而家講係現代你所接受嘅臼井靈氣課程裏面咧，其實有好多都唔係臼井禪師所傳授落嚟嘅，包括咩咧？包括大光明嘅靈氣符號，臼井當年係冇
創立呢個大光明嘅靈氣符號。另外一樣嘢就係 hand position， 即係靈氣治療嘅手勢。呢樣嘢臼井亦都係冇傳落嚟嘅，係後人自己加上去嘅。臼井禪師其實佢只係當有人某個位置有病或者係有痛，佢就直接 channel 靈氣到嗰個位置，所以佢並沒有傳授任何靈氣治療嘅手法。所以喺原始靈氣裏面係唔會有大光明嘅符號同埋治療手法。而家我就將會送俾大家一份新年禮物，就係原始靈氣嘅 Level 1 Attunement、Level 1嘅灌頂。跟住落嚟嘅7分鐘，你會聽到一連串嘅音樂，裡面係包含咗原始靈氣 Level 1嘅灌頂。喺聽呢段音樂之前，希望大家能夠揾個安靜嘅地方坐低，深呼吸3下，然後閉上眼睛，放鬆頭部、肩部同埋雙手，然後好好享受呢7分鐘嘅灌頂。
而家咧想大家試下感受下原始靈氣。首先，你哋攞出你哋雙手，擺喺你哋自己嘅胸前，距離大概可能係3寸左近啦。然後你望住兩雙手嘅中間，然後用口講又或者默念都得，就講 Original Reiki。你感受下雙手中間嘅空間開始聚集 Original Reiki。你可以試下擺動你雙手向外向內咁樣拉動。你會感到有啲暖暖地，或者係脹脹地嘅嘢，好似一個無形嘅波。如果你覺得未夠強烈感受到嘅，你可以繼續默念 Original Reiki。可能你會開始感應到手指頭會有啲脹脹地、麻麻地。如果你可以拉到佢越嚟越大，就更加好。佢係一種好柔軟、好 soft 嘅能量。如果你覺得佢足夠大嘅，你就可以試下慢慢收納去你嘅心輪，即係你個心口。你去將佢慢慢推入去你嘅心輪度，然後你按住個心輪，感受一下 Original Reiki 進入咗你嘅心輪，去清洗你嘅心輪，去強化你嘅心輪。好啦，心輪有咩啟發咗？心輪有咩好處咧？係令到你雙手感氣嘅程度加強，即係話你隻手上高，心輪打開的話，你嘅手就會容易感到啲氣場。包括咩氣場咧？包括你自己身體外面嗰3個無形嘅身體嘅氣場，你會摸到自己嘅氣場到底有幾高，係啦。咁有啲導師就會教大家摸下個手呢度，會有一陣陣或者一陣啦嘅能量嘅厚度係有特別嘅。當你個心輪打開之後，你感應你嘅氣場，你個 energy body 就會容易啲。咁你得到原始靈氣嘅 level 1啦，其實就同臼井靈氣 level 1一樣，你可以試下幫自己治療，即係話你身體有咩唔舒服，你就可以撳住嗰個位置，跟住默念 Original Reiki， 咁你就會 channel 到個能量啦。而佢嘅能量其實就係由頂輪一路落嚟，去到你嘅心輪，再去到你嘅手掌。
跟住就去到你唔舒服嘅地方。咁呢啲嘅手法其實同臼井靈氣係類似，但係記住一樣嘢 ，Level 1係唔好幫人做治療，因為你嗰個頂輪嘅 channel 仲未夠強大，即係話你條水喉比較窄，你 channel 到嘅能量其實係唔足夠去治療人哋。如果對方病氣太多，你完全係驅散唔到佢啲病氣，幫佢治療，反而可能會惹到啲病氣進入你個氣場，咁就比較麻煩啲。係啦，咁而你每一日除咗可以幫自己治療之外，你可以打坐冥想、默念 Original Reiki， 然後想像 Original Reiki 嘅能量喺頂輪慢慢入嚟，進入你個心輪，然後再向下去到你個底輪，然後落到去你嘅腳，然後排向大地。咁你經過 Original Reiki 嘅清洗之後，你嘅七輪同埋你腳同手嘅小脈輪都會被清洗同埋打開。咁係有助於你之後接受其他嘅唔同靈氣或者能量嘅系統嘅 Attunement 灌頂同埋使用。好啦，今日教授係咁多啦，希望大家鍾意我俾你嘅，唔係 sorry，係宇宙俾你嘅原始靈氣 Level 1 Attunement。多謝大家。